聖基道堂喺神嘅帶領、牧師同埋教友嘅努力下，初期增長唔錯。位於 Delhi 嘅堂址係喺猶太住宅區入邊，華人唔多，亦都冇公共交通直達，限制咗教會嘅長遠發展，特別係喺吸納新移民方面。自從喺1994年成立北約克中心，開始華人新移民事工及主日崇拜後，教會為轉換新嘅堂址恆切禱告，尋求神嘅旨意，積極探索新堂址嘅選項，例如跟其他教會合作，與北約克堂合併等。喺2007年一次行政委員會會議中，有成員提出，經過列治文山市 Bayview Avenue 一間聖公會教堂，見到有出售嘅招牌。該堂址所屬嘅社區結構、地理位置同交通配套都符合聖基道堂遷址嘅要求，而且物業唔使花費資源改建。經牧師向教區查詢後，得悉聖基道堂需要喺短時間之內與教區各部門溝通，完成財務安排，並需要與其他有興趣購買嘅團體，例如教會、地產發展商等競價。另外，要喺特別教友大會通過動議。喺神嘅保守帶領下，牧師成功與有關部門開會，得到教區嘅支持，並順利籌集資金。喺過程中，教友互相坦誠溝通，彼此達成共識，結果喺同年成功購買。而2008年已經可以喺列治文山堂慶祝聖誕節。呢一次遷堂嘅奇妙經歷超過我哋所想所求，由兩堂合併到繼續兩堂共存，由集中資源轉為互補資源，由服侍一個華人社區改作服侍兩個唔同嘅華人社區，冇額外嘅金錢債務負擔，卻增加傳福音嘅機會。讓我哋禱告，仰望那創始成終嘅上帝，謹記初心，賜俾我哋智慧，明白佢嘅心意，集思廣益，以佢嘅完全補我哋嘅不足，喺福音嘅路上繼續努力，完成佢美好嘅旨意。